省大病院跨专科结合心脏内科、肿瘤医学部甲联邦外科，成立爱心团队，对4年前伫癌症中心的病房区设立癌症心脏的特别门诊，打造癌症甲心脏共病专项卫教护模式，并且由内科部的主任刘炳燕带领，完成全球第一项医疗新一代心衰竭药物 ARNI 来预防癌症治疗诱发的心脏毒素。设计了一个临床试验，让这些病患在治疗之前呢，就开始服用这些心衰竭的药物。那结果我们发现，服用这些药物的病患，他心脏功能受损的程度呢，事实上是非常的减少，相当的多。那另外一组没有使用的，它就增加了非常的多。那我们这个癌心团队，就是说癌症跟心脏的团队呢，是在4年前我们开始组成。那当时候我们透过院内的一些计划，还有国务院的计划，让我们的经费呢能够得到一些补助。那我们利用这些药物的测试呢，希望能够帮这些癌症的病患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他们以后接受这些化学治疗的时候，不用担心这些药物会影响他们心脏。面对癌症的高盛行率甲死亡率，省大病院心脏内科医师刘延文嘛表示，就算癌症治疗好活了久，心脏的功能嘛爱好。目前这项的临床试验已经得到真好的效果。研究的成果唔定伫去年，伫澳洲的心脏学会年会中的口头报告，而且论文嘛伫今年正式刊登伫国际知名的期刊。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临床试验，其实事实上是拿这个药物来看看能不能预防心毒腺产生。那就像刚刘主任所报告的我们去年是全世界第一个在欧洲心脏学会这种世界的大会上面做口头的报告。那在11月，其实美国在巴西有另外一个团队在美国心脏学会的大会上面也有类似的报告，其实他们的结果跟我们还蛮一致的。那也就可以证实说，其实大家都有相同的一个结论那我们今年已经把论文也正式写完了那也是全世界第一例在国际期刊上面正式发表。那我想期刊发表只是一个里程碑啦，重点是还是在于我们要去治疗我们的预防我们的病人，能够让他们有比较好的照护。省大病院研究团队表示，这项研究纳入100位的初次接受乳癌辅助性的化疗病患，平均年龄50.4岁，受试者自化疗前接受低剂量的 ARNI 的治疗，甲着无使用该药物标准照护组进行为期1冬的比较，发现 ARNI 组无任何病患出现心脏功能的恶化，而标准组却有26.3%的患者出现。未来团队嘛将继续搁较大规模第3期的临床试验，持续推动癌症医疗领域的研究，甲着临床的应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